三大忌啊，你會唔會有可能都犯緊呢？第一忌，資產太透明啊！嗱，俗語所謂咧，財不可露眼啦，對外人當然啦，對家人都係一樣噶。嗱，好似鼎爺咁啊，如果李永漢根本唔知道鼎爺有幾多銀行存款，咁佢就唔會向嗰筆錢打主意啦。鼎爺嘅資產就係因為太過透明啦，佢將自己嘅底牌揭晒俾啲仔女睇，咁無疑就係俾咗對方一個好明確嘅進攻目標啊，誘發咗佢嘅貪念啦。第二忌啊，就係資產太高流動性啊！好多長者以為只要銀行唔執笠啊，放喺銀行嘅存款就係最安全。其實從退休理財角度嚟睇，銀行存款先至係最危險嘅資產啊！唔單止係啃老族會睺住你呢嚿錢，外人都會嘅。第三忌就係冇退休現金流嘅規劃啊！嗱，好多長者咧退休之後，佢個資產結構咧好簡單嘅，可能係一筆定期存款啦，再加埋活期存款戶口啦。嗱，但問題就嚟啦，一大嚿錢可以用幾耐呢？你每個月可以用幾多呢？係從來都冇計過嘅。